你嘅用戶有人用手機、平板同埋電腦，你嘅設計跟唔跟得切㗎？響應式設計就係令同一個網頁自動適應唔同嘅熒幕尺寸。第一個核心係彈性格線，用百分比而唔係固定像素排版。第二係彈性圖片，圖片會跟住個外框大細自動縮放。第三係媒體查詢。根據熒幕闊度套用唔同嘅 CSS 樣式，實際設計嘅時候，好多人會用移動裝置優先嘅策略，意思即係先設計好手機版，然後再慢慢擴展去大熒幕，因為細熒幕會逼你精簡內容，保留最重要嘅核心重點。喺設定尺寸嗰陣，我哋會用到幾個常見嘅斷點，例如375係手機，768係平板。1440就係電腦，依家超過一半嘅網頁流量都係嚟自手提電話㗎，所以響應式設計已經唔係一個選項，而係必須要做嘅事。